佢作為外來人員，自細飽受歧視，腳踏實地工作致富，終於開上奔馳，戴上勞士錶。為咗報答江湖大佬嘅恩情，佢成為社團嘅一員，從此命運同大佬緊密相連，卻因大佬失勢喺街頭被斬。佢就係南亞司令巴基明黎善明。80年代中期，15歲嘅巴基明從巴基斯坦嚟到香港，喺荃灣嘅南亞社區落腳。嚟到呢度，佢亦有咗個中文名，或者係因為仰慕黎天王，佢嘅中文名叫黎善明。黎善明作為外來人員，膚色黝黑，體味重，生活習慣同當地人格格不入，起初亦係飽受歧視。坐公交或者搭地鐵嗰陣，身邊嘅人見咗佢，大多都會揞住個鼻行開，離佢好遠。喺學校亦係一樣，喺同學嘅有色眼鏡下，黎善明喺高二嘅時候就選擇咗退學。退學後，黎善明並冇好似當時嘅不良少年咁成為古惑仔。當然，佢即使想加入，估計亦冇咩人想同佢玩埋一齊。作為原本就唔富裕嘅一班人，出咗社會自然係要打工補貼家用。黎善明亦唔例外，佢出學校嘅第一站就係到葵涌3號碼頭做一名跟車嘅卸貨員。呢個卸貨員一做就係3年，因常年要同人打交道，一口流利嘅廣東話十分標準。亦由於祖籍喺巴基斯坦，因此佢被戲稱為巴基明。呢個略微帶有歧義嘅花名亦跟隨佢一生，日後甚至代替咗真名。外表忠直老實嘅黎善明喺3年間亦認識咗碼頭入面嘅唔少人，靠住碼頭嘅人脈關係晉級成為一名保安，而保安呢個職位一做就係13年。雖然話做保安大部分時間好得閒，但黎善明並冇真正停低。佢喺唔忙嘅時候發展副業，後嚟不僅靠住呢個副業富咗自己，仲養活咗好多南亞裔嘅同鄉。起初係黎善明喺巡邏嘅時候發現倉庫入面堆積咗一啲廢品，而呢啲廢品中有啲自己可以用，有啲屋企人可以用，廢棄放喺呢度實在係可惜。於是黎善明靈光一閃，做起咗舊貨回收嘅生意。黎善明喺碼頭經營多年，同碼頭嘅老細亦都好熟。喺啲老細嘅關照下，黎善明常年以超低價收到廢品，有啲甚至係唔收錢直接俾佢。攞到廢品後，黎善明將佢哋分類，可以用嘅就揀出嚟賣俾同鄉賺差價，唔用得嘅就賣俾廢品站。廢品回收呢個行業雖然係邋遢一啲，攰一啲，但利潤豐厚，黎善明嘅日子亦慢慢咁好咗起嚟。隨住規模逐步擴大，手底下亦有一班南亞裔嘅同鄉跟住佢做。僅僅係碼頭入面嘅廢品已經唔能滿足黎善明嘅需求。好快，黎善明將目光瞄準咗市區，亦喺市區入面遇到咗佢人生中嘅貴人，和勝和嘅坐館上海仔郭永雄。90年代中期，上海仔有間酒店唔做，要執咗佢，酒店入面嘅台凳、電視等都要賣咗佢。啱好嚟收呢啲舊貨嘅人係黎善明。雖然黎善明生得有啲兇神惡煞，但經過呢次生意，上海仔發現黎善明為人靠譜，於是將佢招入麾下。從此，黎善明成為上海仔嘅得力幹將。1997年，禽流感爆發咗，好多人都覺得好驚，甚至都唔敢到菜市場買菜。對此，黎善明睇到咗賺錢嘅門路。黎善明先係借住上海仔背後嘅人脈資源，承包咗所有嘅菜市場消殺工作，隨後組織同鄉一齊嚟完成呢項本地人唔願意做嘅邋遢事。呢次消殺工作令黎善明賺得盆滿缽滿，過後又帶住資金注入舊貨生意中，喺元朗嘅橫台山組建一個近1000平方米嘅倉庫，好多南亞裔都靠住佢謀生。從此，黎善明嘅形象有所改變，每日頭上都要用髮蠟嚟固定佢嘅大背油頭，着嘅係西裝，出入開 Benz，戴勞士，好威風，同最初嘅落魄形象形成鮮明對比。從黎善明出嚟工作補貼家用到戴勞士坐 Benz，唔難睇出佢都係踏實咁走一步睇一步，都係守住咗當下再尋找機會。反觀而家好多人，特別係即將畢業嘅大學生，步入社會後都好高騖遠，最終惹得債務纏身。隨住時代嘅發展，黑社會江河日下，黑幫中嘅打手更係越嚟越少。畢竟大家嘅文化水平都提高咗，都唔中意以前咁喐唔喐就吹雞火並。亦因為新生力量喺度減少，上海仔將主意打咗喺黎善明身上，
確切咁講係靠住黎善明食飯嘅嗰啲南亞裔同鄉。黎善明感恩上海仔嘅提拔，好快就收攏咗一批猛人，從此成為上海仔嘅御林軍。好多上海仔出入嘅場合都可以見到呢班人嘅身影。黎善明帶住呢啲御林軍為上海仔做事，好快就坐上咗南亞裔嘅頭把交椅。坊間稱呢啲人為南亞兵團，而佢哋嘅領頭人黎善明更係被稱為南亞司令。從此黎善明成咗上海仔嘅行動組組長，可以話佢嘅命運同上海仔緊密相連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原本靠住上海仔嘅資源，黎善明嘅地位節節攀升，點知背靠嘅大樹亦有倒下嘅時候，呢個使得黎善明亦跟住跌咗一大跤。原嚟上海仔喺澳門經營嘅賭廳虧空咗股東嘅10個億，引嚟一眾股東嘅圍剿，從此開始行下坡路。2015年，上海仔同娛樂大咖楊老闆發生咗衝突，派出南亞司令對楊老闆進行抹黑。同年9月底，黎善明組織佢嘅南亞兵團，用最原始嘅手段嚟惡心楊老闆。佢哋帶住印有楊老闆花邊醜聞嘅宣傳單四處張貼，從旺角街頭到紅磡車站，或貼喺天橋上，或做成廣告牌舉住遊街。楊老闆激到扎扎跳，揾人去撕甩呢啲傳單，又花重金勢必要查出幕後嘅主使人。但黎善明好似喺度打游擊戰一樣，一陣喺呢度搞事，一陣又出現喺另一個地方。幾個月過去咗，仲係冇查明白。但呢種傳單睇嘅人其實唔多，感覺事態影響太少，於是黎善明又諗出咗一個好主意，喺每張傳單上多加一張白元大鈔。呢下原本無人問津嘅花邊醜聞成咗眾人嘅搶手貨。楊老闆無奈，只能向新義安尋求幫助。新義安派出灣仔商府金仔同姐仔嚟為楊老闆嘅名譽保駕護航。金仔、姐仔係當年灣仔知府陳耀興嘅兄弟，自細就同陳耀興並稱為藍田五虎將。喺陳耀興死後，佢哋兩個繼任陳耀興嘅位置，成咗新義安喺灣仔嘅話事人。嗰日，黎善明帶人喺旺角西洋菜街繼續搞事。金仔同姐仔收到風聲，即刻派人前去阻止。原本以為黎善明只係個小人物，於是僅派出10幾個人，冇諗到黎善明身邊嘅人有40幾個，結果被打到走都唔切。黎善明打退新義安呢件事被宣傳咗出去，亦喺呢個時間名聲大噪，巴基明成咗廣為人知嘅一方人物。但灣仔商府成名已久，又豈是浪得虛名之輩呢？10月初，金仔同姐仔帶住人打砸咗幾家黎善明常去嘅店，黎善明亦唔服輸，廣告貼得更加賣力。眼見兩個社團一觸即發，最終阿 Sir 出手，雙方先收斂。呢一年啱好上海仔嘅左右手平哥去世，為咗展示自己嘅實力，上海仔叫黎善明多帶一啲人嚟撐場面。黎善明帶住200幾個同鄉到場助威，亦喺呢個時候，黎善明同上海仔嘅關係浮出水面。有趣嘅係，多年後黎善明喺接受採訪嗰陣，被問到係唔係和姓和嘅人，點解帶住200幾個同鄉嚟參加葬禮？黎善明表示自己嘅同鄉都係外國人，想帶佢哋嚟開開眼界，睇睇國內係點樣治喪嘅，一直撇清同和姓和嘅關係。就喺黎善明同上海仔嘅關係浮出水面後，報復隨之而至。12月底，上海仔喺飲下午茶嗰陣俾人襲擊，逃離香港。原以為主謀走咗，事情亦就過去咗，但冇幾耐，黎善明差啲命喪黃泉。2016年4月，黎善明嚟到土瓜灣回收廢品，啱收完，正喺度點貨嘅時候，身後一台飛車開埋嚟，車入面衝出10幾名彪形大漢，個個手持大斬刀，對住黎善明就係一陣狂斬，斬到黎善明抱頭鼠竄，直到身中10幾刀嘅黎善明倒喺血中，彪形大漢先大搖大擺咁離開。好在黎善明原本身板夠硬，喺醫院搶救咗10幾個鐘頭之後，總算係救咗翻嚟。呢件事過後，黎善明擔驚受怕，退出咗江湖。